今仔台南市日前国小的学生是透过绘本来画出台南开基玉皇宫、开基天后祖庙的民间故事，并用台语来配音，设计互动游戏甲绘本创作，变做因一份上宝贵的毕业礼物。今仔因5岁14个色水，一笔一画画出台南开基玉皇宫买命钱的民间习俗。买命钱是讲有人破病会去庙内祈求换命钱，望保庇早吉福缘。这本绘本透过金币来串联内底的故事，要让大家感受台南这座城市信仰文化的魅力。那画图老师嘛指导学生用台语配音，不论声情情绪拢真投入。这嘛是囡仔送予家己一份上珍贵的毕业礼物。困难的地方是要画出神明厅华丽的神像，还有他的头饰、衣服，我们都不是随便乱画的，我们都有实地观察过才画的。我们以前都没有遇过，就是大家一起来创作，我们这次是大家一起创作，所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。日林国小的师生拢总完成3本绘本，囡仔用实际行大社区，用心来写绘本的内容，因也阁设计互动式的 AI 游戏，像跋杯文化体验。另外一本是小解庙内雕刻技术，甲常看到的奖品。庙方讲这是一个结合教育创意甲文化传承的好活动，嘛互学生对本土信仰产生认同感。这文化对咱来讲，甲传承啊，这是咱历史悠久的公庙文化吼，往上来提升啦。因为庙大家也无啥物产品，只是信仰，来提供咱这全国的老百姓，特别是对信仰的一些敬仰。囡仔佮写城市设计来有一个跋杯大家设计的方式，佮想法完全的无同。国家图书馆已经发文完，输入到咱的国家图书馆。校方讲，刷大家的运用校内摄影棚，由6名的囡仔担任校内台语主播，向全校师生分享因创作的点点滴滴，甲绘本的故事，体现创作的成果。绘本唔仅是一本册，更加是一份对土地的祝福，互毕业变做一段真有意义的文化旅程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